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今次分享嘅主題係世上的光。首先同大家讀一段嘅聖經，約翰福音9章1至7節，同埋13到16節。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生來是瞎眼的。門徒問耶穌說：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趁着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耶穌說了這話，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對他說：你往西萊亞池子裏去洗。西萊亞翻出來，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頭就看見了。跟住讀13到16節。他們把從前瞎眼的人帶到法利賽人那裏。耶穌和泥開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賽人也問他是怎麼得看見的。瞎子對他們說：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見了。法利賽人中有的說：這個人不是從神來的，因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說：一個罪人怎能行這樣的神蹟呢？他們就起了紛爭。主耶穌死在十架上，完成神嘅使命，成為贖罪祭，留下救恩給每個願意認罪悔改嘅人。今日我哋都係先後蒙了呢個大恩，認罪悔改，得以成為神嘅兒女，將來同享天家嘅福樂。然而主耶穌在離世前留下吩咐，就是要信徒吃主嘅餅，喝主嘅杯，及向普天下傳福音嘅要求。剛才所讀嘅經文展示出當時嘅門徒只是着眼於那人和他的父母是誰犯了罪，才引致他生來便瞎了眼。門徒好像是忽略了當時是耶穌故意接近那個生來瞎眼的人，因為瞎眼的人難以找到耶穌。所以第一節話耶穌過去的時候，呢句其實係表示耶穌係故意喺呢一刻去找呢位瞎子，並且要做一件神蹟給周圍嘅人看，包括瞎子、門徒和開眼嘅人，讓他們可以因着主所作的事，藉此顯出神的作為來，並且歸榮耀給神。第8章提到耶穌當時正在耶路撒冷聖殿裏教訓百姓，包括行淫時被捉嘅女人。耶穌是世界的光，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等等。9章14節係從第8章引申至第9章，有理由相信那日係節期中嘅安息日，所以更被猶太人重視，特別係法利賽人添。喺安息日係不能作工嘅，洗眼也是不能夠去做的，因為16節法利賽人責罵耶穌醫眼係不守安息日，就不是從神而來的。當時門徒都烏下，不知道耶穌係故意喺安息日醫那個生來瞎眼的人，為何不早一兩日或遲一兩日去醫治佢呢？偏偏係喺安息日，感覺上係耶穌故意部署3個教訓喺其中。第一係糾正門徒嘅錯誤觀念，他們以為人身上嘅殘疾必是與罪有關。第二是法利賽人對安息日嘅錯誤理解，以及不承認耶穌能行神蹟及從神而嚟。第三係這個生來瞎眼的人，他要甘願用行動表示他肯信主，甘願行去西萊亞池就得以見光。由聖殿至西萊亞池大約800至900公尺距離，對普通人而言不會有大嘅難度，但係對佢唔係，佢要用支盲公竹篤下篤下咁去揾，
佢行去係有難度嘅，係信心嘅考驗。整個迦南地係北高南低，就算行到去已經唔容易啦，只係離地面可能有幾十公尺深添，所以難度係更加高。其實喺聖殿旁邊也有另一個較近嘅池子，畢士大池，與聖殿大約300至350公尺遠。畢士大池分為上池同埋下池，上池嘅水供人飲用，下池嘅水供洗滌之用，祭司上去嗰度洗袍子同埋洗羊。當時呢位瞎眼嘅人和其他開眼嘅人一樣，大家都知道喺安息日係不可扶寵物，唔可以掛住個盛咗水嘅水壺喺身上面，因為安息日口渴就要去附近嘅畢士大池取水飲用。因為係喺安息日，連一張褥子都不可以拿，一張褥子即係薄被啦，少於1公斤。於是上耶路撒冷守節嘅人經常順路呢去畢士大池取水飲用，然後上聖殿嚟到去守節。對於呢位瞎子而言，他去畢士大池係熟路好多。瞎子在那裡喝水，又會有可能遇上天使攪動池水，首先落水嘅便可以得着醫治，就一舉兩得啦。若耶穌叫佢去聖殿羊門附近嘅畢士大池去洗，係容易得多，合情合理嘛。再看約翰福音5章1至10節記載，有位患咗38年嘅病人得着醫治，也是在安息日哦，記得嗎？那裡有許多病人聚集，那日是安息日噃。如果素來在安息日都不曾出現過天使攪動池水，自然唔會有許多病人喺安息日等水動啦。既然第5章記載那日有許多病人在那裡，即係話在安息日都會出現天使攪動池水嘅水，神都在嗰日治病哦。法利賽人能唔能夠話嗰啲天使唔係從神而嚟呢？耶穌曾經責備過呢班法利賽人。馬太福音12章11節，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當安息日掉在坑裡，不把它抓住拉上來呢？約翰福音7章22節，你們也在安息日給人行割禮。當時以色列人嘅醫院會唔會喺安息日必死好多急症嘅人呢？因為安息日唔可以醫病嘛。不過而家唔好諗住。喺約翰福音5章19節，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只憑着自己不能作什麼，唯有看見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樣作。今次耶穌醫治嘅方法又好特別咯。第5節佢講完之後，佢係世上嘅光，跟住便在第6節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是否好難頂呢？口水衛生嗎？泥土衛生嗎？會不潔淨嗎？應該係潔淨嘅，因為呢一個係神蹟。另外睇下路加福音11章41節點講？只要把裡面的施捨給人，凡物於你們就潔淨了。呢啲口水泥嘅眼藥膏是否即時有效呢？似乎不是。耶穌平時行神蹟，講句話就得啦。馬太福音8章13節，耶穌對百夫長說：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給你成全了。那時他的僕人就好了。但今次係用泥膏遮眼喎，呢啲泥膏抹上去之後覆蓋住，更加睇唔見任何微弱嘅光線啦。唔可以靠感光定下位啊，冇得作假，必須要全力用支盲公竹篤下篤下咁去西羅亞池。他去洗完之後，並且回頭去感恩，就立即生效啦。因為第7節尾話回頭就看見了。耶穌在安息日治病，被視為犯安息日。
那麼呢位去西羅亞池洗眼嘅人，第15節尾佢自己話：我去一洗就看見了。他在安息日去醫治自己嘅眼睛，算是犯安息日啊？嗰啲所謂嚴守安息日嘅法利賽人，卻只故意針對耶穌一人。所以在約翰福音9章41節話：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若瞎了眼，就沒有罪了。但如今你們說，我們能看見，所以你們的罪還在。生來瞎眼嘅人，按主嘅吩咐去做，便蒙了大恩，佢就得見世上的光。今日各位都按照主耶穌離世前所吩咐嘅2件事，要我哋去做。今日你日常守聖餐，那麼你明顯係做對了其中一件。另一件事係傳福音，要日常去做。請留心，今日嘅主題係世上的光。光是照出去先至有用嘅。請一齊讀馬太福音5章14至16節。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如果你認同主就係世上嘅光，信主嘅人若按照主嘅吩咐去做，也必蒙大恩，對嗎？那麼你能夠為主做好些事啦，應該包括讀好聖經，裝備自己，為神嘅事工代禱，探訪弱勢社團啦、醫院啦、護養院啦、有病嘅人啦，等等等等，去做呢啲嘅事工，將主嘅作為傳出去，就係完成主耶穌第2個嘅吩咐，把光帶出去給那些心眼未見光嘅人，因為你也是世上的光。請同心禱告。主啊，罪雖然帶來人間嘅痛苦，主你卻帶來真理嘅教導、醫治、看顧，顯出主神奇妙嘅作為。今天我們要讚美主，讚美主耶穌，你係世上嘅光，你本有大榮光，卻甘願捨身為罪人死，死在十字架上面，成為代罪羔羊，贖我哋嘅罪，白白嘅將救恩送給我哋願意悔改相信嘅人。主啊，感謝你，求你使我哋喺世人中間做光做鹽，因為你是世上的光嘅光源。求你讓別人透過我哋嘅生命看見你嘅行為。禱告靠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